殡仪馆也是人间的一部分啊。人间可不就是个大公园吗？拿到出生的门票，然后进来逛几圈，看看山水花草，风啊、云啊、太阳啊。等逛够了离开，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。公园还是那个公园，但逛公园的人已经换了好几波了。你好像对生死看得还挺透。透吗？我其实特别怕死，就是觉得死亡背后好像什么都没有。如果这个世界跟死去的人一点关系都没有，那活着是为什么呢？把公园里的东西占为己有吗？但走的时候统统都带不走啊。所以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你看我纠结的要死，一点也看不透。那你怎么还敢做这工作？你过来，过来。过来。这是什么？我在这儿撒下过骨灰，结果没过多久，当时这儿开出了好多小花来，那种小小嫩嫩的，特别可爱。冬天的时候谢了，现在又有花骨朵，看见没？嗯。今年还会接着开的。我小的时候，大姨跟我说，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灵魂。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她在鬼扯。但现在我有点相信了，可能死亡不是什么都没有呢，可能是另外一种开始，可能什么也带不走。但可能总会留下点什么，哪怕是一朵小花，但能从灰烬里面开出来，你不会觉得很神奇吗？嗯。我每天在殡仪馆接触那么多死亡，憋屈的时候是真的憋屈，但等到这朵小花开的时候，还是会觉得很开心。要是能有一个能跟我分享这个开心的人，那我就会觉得好幸福。画以前，我眼里哪有这朵小花啊？看不到的呀。三月，你真好。是好人卡的好吗？不是，那是什么好？是想和你一起看小花花的好。那看吧，接着看。它什么时候开呀？看一下。别碰它。你刚刚不是也碰了？我没碰，我是这样指的，没碰到。好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嗯。